未来一直来，主角为灶骹起火，兄茶烧沸沸。到店煮糕煮饭订补，落灶骹免流汗。电话，为爱有电话线牵到厝。到毋免线的手机仔，减一条线，感情卡袂线。交通，高雄到台北，若坐火车爱5点钟久，高铁点半钟就到啊。利便是科技的进步，未来真紧就来，科技予咱省时省工，世界会变做啥款？无人会知。